各位朋友，大家好，歡迎收看《福喜來咧》，我係 Rita 林玉天。哇，家看你呢樣片，係咪知道動有發力嘅感覺呢？你係音樂比賽邀請大家共下來參加，來拿個人嘅獎金哦。你係客家共同傳播基金會底下當地舉辦嘅音樂 camera， 邀請大家來攝樣片，用幾條主題嘅歌曲來展現你嘅創意。今日節目當中非常榮幸、非常歡喜，邀請到客傳會共同父母部嘅經理施怡倫經理來節目當中同大家好好紹介。細細的歡迎經理你好，Rita 你好，大家好，我係施怡倫。今日當歡喜來到福喜來咧，哇！我帶了好消息俾大家哈，今日看到了樣片，哦，呢音樂俾大家知道躍躍欲試，是當場來去看啊，來展現自己嘅創意，用呢度主題嘅歌曲哈。我想細細先來大家紹介好冇？來，請經理來紹介呢一擺嘅音樂 camera。好，呢一擺會辦呢隻活動係因為我哋去年嘅時節有繞牆世界。客家嘅歌手，然後我哋成日跳動性嘅歌曲，因為對我哋來講，因為我哋有講下天台，喺我哋嘅基金會底部讀。不過大家講客家歌曲，感覺動到跳做得變，不過我哋天台24點鐘，通通係新嘅，所以佢條動到嘅歌曲做得變送。不過我哋是想講。總唔好愛24點鐘，比如講唐瑞塔個就唐，唔知要叫變。當好，所以想講，該係唔係愛啲兩片咪做得繞牆，客家歌手來讓愛啲寫新嘅歌曲。所以愛啲該東西嘅討論，其實是有安樣嘅想法。所以該東西因為時間好緊縮。故所以愛的是冇該東西冇停主題是講愛是繞牆冇強調嘅歌手來讓愛的寫歌曲，所以是為談到動到冇強類型，動到冇強內容，還有該風格咪冇動冇強嘅該是跳歌曲，愛的感覺動好聽，該歌曲完成了後，日本天台去表演，該。天台糖多聽，喊做得做乜嘅？因為我有10條新歌，是大批咧有 Q 嘅，有新嘅安樣，人家你有討論講，該係唔係咧？呢個歌曲嘅用版本音做得喊找到糖嘅多。嚇多機會就嚟接觸，唔單止講，我做啲歌曲，有一隻音樂發表會，天台播送天，係咩本喊啊都係音。所謂嘅觀眾啦、聽眾啦，全部可能做得有一擺參與嘅機會。係啊，所以我哋去年我從 Rita 咪記得，我哋去年3月個春暖花開嘅時節啦，是大家來共下談咧10條新歌嘅發表。個音樂會是一張暗布，又冇咧。個歌曲又變一解啊，所以我哋去年下半年嘅時節是來討論講，喲。該兩下新媒體很豐富，沒有很多冇強龍嘅平台做得看到了談到冇強龍嘅東西。該客家歌曲除了談到以外，我哋還做得本人用辦看到。所以我哋是來規劃了 MV 比賽。係咧 MV 嗬，我哋講所謂咧 MV 嗬，做得用各種嘅形式來呈現，因為 MV 做得用像一啲劇情片啊、紀錄片啊，又講童話啦，又係講你講音來發揮任何嘅風格全做得係啊，是突破呢個寫嘅咧10條歌曲是做得咧。係，因為我哋是想講，呢10條歌曲，該東西繞牆歌手寫天是冇人上嘅部分。兩下人看人上好多，因為手機動風片，你錯唱你戲來冇，你是個看到大家都是低頭族啊，是你該看，然後台題是看人片好多。其實你講嘅談，單純談，比如講 podcast 呢一種嘅，其實都少啦。所以我想講，好啊，該客家歌曲做得本人看到，因為你看到時間有歌詞，所以你假使你談唔是下位。可是我哋有歌詞，有畫面本意，所以你是做得聽到，喲，我感覺到，喲，等下客家歌曲都好聽。
即增加了传播的机会来平台。係，所以你今晡日嘅節目目的係講邀請大家來談客家音樂，咪來點出你嘅創意，無論你嘅母語係講乜嘅，其實你來談音樂，可能你是會有你自己想象嘅空間。韓國假如你歌詞，其實會有感覺嘛，你是在來創作嘛。呢一排嘅比賽呢，你咪準備啦嚇，本大家啲講，還有分組嚇，學生組、老社會組。你第一名全係10萬的樣，第二名是有10萬哦。哦，因為我哋是想講，因為其實政府單位有動到的安樣的比賽，你講其他的早期辦嘅個母語原創流行歌曲比賽，其實將近未動過，所以我哋是想講，來去看我哋禮拜辦安樣的音樂 MV 比賽，看做啲寫到學生。或者是一般的社會台體對普讓片有興趣的人，就得來參加。一方面係透過安樣的比賽，本大家談到客家音樂。咁係我哋嘅目的啊，是講唔係講愛請人單純係去家談客家音樂，當然是講客家音樂哦。可能下手誒，佢可能唔係佢平常嘅習慣，不過加油可能要洋片，因為咧係冇重用播送嘅平台嘛，可能就得接觸到冇重用嘅族群。係，所以我哋是當分讓，唔管你係客家人，唔係客家人，你談嘅市場唔是，你好談歌，你好普遍，你是做得來參加。哇，所以呢一排其實係講邀請大家。全做得咧嗬，不過大家記得嗬，呢一排呢，你唱主題曲當中嘅頭一跳歌曲，還有重點哦，你係上詞哦，因為老啲詞啲歌詞打出來，本人講看呢，一篇咪做得認識，你係語言地圖嘅遺憾，係，所以咧詳細咧報名辦法是愛上咧合唱會去看。我哋有咧MV 比賽嘅專門的網站，所以咧有 QR code 報名網站。你上面簽咧客家流行歌曲 MV 競賽，冇是打個音樂 camera， 樣是做得嚟唱冇？係。然後我哋比賽時間到7月原因係因為有學生嘅部分，因為學生啲東西喺啲個圖書啦、上課，然後6月咧會考試，所以會煩惱講有幾多想參加，唔過學校嘅功課挺多，還會考試，還會圖書嘛個，所以想講改變撇除嘅時間，本佢有時間就得想佢先讀。哪條歌曲佢中意？係哦，係佢有感覺，然後佢感覺嘅歌詞佢都有感覺嘅，然後佢是去想佢用慢跑，用慢來模了隻樣片，然後不佢有一隻時間，台體有一張年，用撇除嘅時間。咁你比賽從4月15號開始，4月、5月、6月、7月，上來差唔多有4個2月時間。係。哦，本大家好好來準備哦，所以其實啲比賽談來嗬，冇乜嘅限制呢。完全係講愛啲歌詞、愛音樂，從比賽網站當中報名辦法地圖是做得提供本大家咧。係，而且為辦了隻比賽，人為一張原因係我哋去年其實有辦一隻短片嘅比賽，該來嘅參加嘅該樣片地背圖 MV 台體有。我記得有3支，其他唔係。可是對品行來講，因為其他嘅樣片嘅個類型冇強容 ，MV 比較下來是好簡單嘅新鮮嘅方式。佢時間可能咪下段，係一隻異常嘅新鮮。而且佢表現嘅方式，然後其他你講嘅鋪蓋有劇情嘅兩種嘅是，你要比較是啲 MV 其實冇咁難。所以該東西平時是有討論講，該用吧，該用個3哦，該 MV 佢咪拿來比，該其他類型佢咪拿來比。我哋是講，該是看平時用蠻看，因為 MV 台體來講，看起來佢是好簡單就得做出來嘅，唔講你要看佢嘅內容用蠻變態，然後佢用蠻撲。我記得有一隻係做動畫嘅 MV，所以我想講。大家有發現來做呢一件事情，所以是想講，該好啊！
假使有按到因对谱 MV 按有兴趣，该爱你是来拍 MV 比赛。哦，要冲冲救救，因为当年今年上来係前2年未繞牆歌手開始寫新嘅歌曲咧。你上來係一衝救無論係寫歌曲又係 MV 嘅比賽，你係增加講大家參與嘅機會。像第一屆 Rita 是有參與我是寫了一首種出節假。其實我呢首歌曲係未特別為到合唱會寫嘅。真嘅，人嘅讓觀眾看有分享一下麼？因為Rita 接受到邀請講，來寫條歌曲，算對客家音樂也講對合唱會等等有乜嘅想法其實冇乜嘅限制。我自己是第一想講，我寫客家歌曲我愛寫乜嘅呢？我哋思考講，我自己做音樂，也講合唱會，佢哋還有一個新嘅任務，帶領客家，無論係天台音樂繼續向前行。我就想講，好，其實人生路當中有當多嘅哥哥帶帶，係咪呢個大病嘅生命，唔驚辛苦，天天我行出自己嘅路，是像啲種花咁樣，讓別人做得種出自己嘅花，讓別人做得行出自己嘅路。有時我嘅想法，所以人要種出自己，種出自己其實當然一切都緊。我想每三人嘅人生追求夢想嘅路是係緊啲千方向，每一個決定都係一個方向。冇強嘅決定，可能完全亦是帶你行到冇強嘅路當咧。所以兩個係創造嘅理念。你看，去年我哋冇撈大家聽主題，所以大家其實有撈自家，比如自家嘅想法，自家對客家嘅想法，自家對自家嘅想法。因為我講緊大條歌手寫嘅寫兩隻歌嘅個故事，通通冇強咯。我話到，因為去年疫情嘅關係，其實大家未。講管得不卡下，一方面管得不下，一方面係講為想個疫情對我哋嘅個因為講影響嘅動態，所以我是想某一天會動到人寫到疫情有關係嘅歌曲嘅內容，結果冇乜人寫嘅，睇睇在咩啥個手機有寫，佢寫佢有睇到兩張原因。可是佢唔係寫為到疫情，佢就咧是其中一種原因，其他原因是睇起寫咯客家好有關係。所以我就創作是當好高有各種各樣嘅可能會發生。等下喺你節目當中來繼續來分享啲音樂 camera 啲比賽，其實地圖呢還有隻重要任務，是係呢一擺比賽咧算係音樂大師啦線川大師汪子賢創作歌手來到節目當中哦。所有朋友轉到歡喜來咧，我係 Rita 林玉婷，今日喺節目當中邀請大家共下來參加音樂 camera 客家流行歌曲嘅 MV 比賽哦。節目當中邀請到了線川大師創作歌手汪子賢來到節目當中，歡迎子賢。大家好，我係汪子賢，今日要來紹介呢個 MV 大賽就關愛分享啦。哇！你係講做得那度透明，那度10萬口，又買結橋係麼？今日要子賢聽講老呢事件裡要買嚟去宣傳希望大家實實來搶用金韓國發揮你嘅創意子賢之家其實有翕過冇強用類型嘅 MV 你一擺用會按度來擔任呢宣傳嘅大使呢？我唔知，可能我做當多嘅 MV， 可能經驗會看到，做到挺好咧。可能一定要做得分享當冇強用嘅方式來做 MV 嘛，所以可能因為咁樣嘅關係，所以請我來撈了會參加比賽嘅參賽者分享一啲我拍 MV 嘅感覺。咁問你經歷係唔係你特別中意自己？又係講你看到佢冇強用類型嘅 MV， 想講呢一些符合本大家要到參考，本大家做得要到概念來參加比賽。其實係講客家歌手當中子賢佢好彈得發淺。
是呀，有钱，因为冇去 MV 谈对发钱，因为佢讲，我是看佢拍很多 MV，那好摸3000啊！應該係講，第一係佢係個後生嘅個台創作人，所以佢唔單唱講佢創作音樂，佢對音樂有想法，唔過佢對畫面沒有想法，佢對人片佢未對佢自家歌曲用版推出去，佢沒有佢自家嘅想法。但係第二係我是感覺近排啊，台體讀出來嘅人啊，講自然係好多啦。所以佢係我私性嘅感覺，佢做得了擺脫一隻，做得讓我強容講回流強嘅模，係啊，呢是第二點。其實呢係真緊啊，我是真緊感覺自選佢呢片，佢其實冇強容嘅歌曲風格，佢有冇強容嘅個 MV，佢嘅人片，而且佢唔單唱一種專輯一首，佢唔單唱一首，佢破動都首，所以我是講。佢咪動好啊，佢按盤得花錢，可是佢聽出啲用版做得好3000，強容做得鋪出好嘅人片，有質感嘅。係，所以佢當然按樣嘅經驗分享論大家啊，你動好呢？係啊，所以其實我哋嘅宣傳大使，你動好，所以今日節目當中是會攞啲技巧、學空巧、學講本大家啲，所以之前從嘅 MV 當中從啲 hotel， 你係下劇情嘅 MV。是像看，有得像看米田一樣嘅感覺嗬。你其實翕嘅一辛苦哦，你攞大家分享一下。係像 hotel 咧嘅 MV，其實佢係本來咪係按毫無強容嘅方式來做 MV 啦，比較不一樣的方法。該東西應該動好一家，其實有一個導演叫郭佩軒，郭佩軒是跑動到6王嘅 MV， 所以該東西應該讓我嘅啟發講，我想拍一季 MV 比較強一點點，有草根性的感覺。對，強一點點。然後郭佩軒就聽完這個 hotel， 我哋還有歌曲，他就說我覺得很幽默，金美行嘛，佢談了歌曲款類歌詞，佢講他寫得很幽默。然後他就說，那你有問我說你有沒有喜歡看日本的那些像山谷信息的電影啊？我就說山谷信息我很喜歡啊。他說。山谷信息就有很多片是這個古裝日式的那種，復古的那種那個時代的那種。所以你是有安嘅風嘅。他就給我一個劇本，然後那個劇本就是要拍古裝，然後我就說，古裝很花錢，我知道，因為走重景該動發錢，而且非常累，因為只要問晚上景，所以我們從暗部區差不多。唔係暗暝哦，下晝睇差唔多3-4點是準備會拍嘅，到暗暝6點拍到造型嘅，會到凍酒咧，所以連續拍到中午快到12點了這樣。然後每個人不止導演啦，我記得導演拍完還去吊點滴。挺甜的哦。因為我們一個晚上拍了2支 MV， 我們還截取了一段，為了要省錢嘛，因為個 MV 動好發現在 MV 裡邊都唔過 MV 咪想會省錢，所以有時候有一個方法，就是在拍 MV 有一個訣竅，就是你要去利用這個場景的裡面的規劃，因為有些景你可能會有多的用途，換個角度就換一個卡。所以在拍片的時候，我們會是這樣去省錢。所以那個晚上，其實我們拍了1+1支 MV， 然後所以理論上其實我們是有省到錢，但是基礎上它是很大的預算，然後很辛苦很累，但是劇本是在前端。最重要的，所以你要在自己不管是分鏡或是拍片的計劃，因為以前我跟那個施經理一起工作，我知道從第一該片好多動都管控預算的方法，所以就是你要省自己的錢嘛，你要讓自己的場景拍攝很清楚的知道它可以應用在好幾個地方，所以在這方面，我覺得拍 MV， 尤其是這種實景的 MV， 我很建議這些年輕的朋友在前面的計劃的分鏡也好，或是在你的那個預算管控，或是你場景的計劃，聽出來動清楚，那邊一定要想得很清楚。我地用辦賞到前發錢掌門起到動幹苦，所以我們到花完覺得哇，真的花了很多錢，可是很值得，因為變成2支 MV。哇，所以你係特別好。翕安有劇情的，有劇情嘛，佢哋貴咗情感嘛，它就是需要很流暢。咁之前你一個翕安樣吼，你咪像我講咧劇情片，因為有情感嘛，韓國咧貴咗鏡頭全部連接嚟動好，所以咧咁係最困難嘅。
其实最困难的部分是因为你的团员俺乐团的团员，其实全部是做戏的人，他们都不是演员嘛。所以对镜头冇安熟吓。可能像拍摄少年，像你上白跑 hotel， 还有一家拍摄少年，其实有男扮女装嘛，他们要扮演那个土匪，那我们要扮演这个来旅馆借宿的这个客人，然后江洋大盗，我们全部都在演我们不擅长的东西，所以可能对导演会讲，佢会教俺的团员讲，你等下你这个夯路的部分，要有点很有趣的节奏感，那大家就觉得不知道怎么样做啊，导演就要教你说怎么样做。那比如说还有一些剧情类，比如说他转个头，手要戳到他的脸这样子，那个可能要拍很多次，然后但是他拍完的那个结果。其实很动肾气，因为就像我们刚刚讲三股信息嘛，它有一些很突兀的、很讽刺的。那就像说这些人，他明明就不是演员，可是他在穿着古装去演这个戏的时候，他又有一个趣味感出来了。所以可能对导演去看你走戏的部分，他可能觉得你们好好笑，可是呢，那个可能又是一个意外好玩的效果。有一个新的火花。对啊。所以拍 MV 後要當多種嘅思考嗬，咪有人講，咁愛學畫圖，愛學童話，你下當時行是講童漫啊嗬，所以童話其實咪係一種 MV 嘅手法。像愛有一支 MV 好年好年哦，你阿去 MV 哦，談講要當到人哋喺討論哦，一直流汗這樣子。因為好年好年了歌曲其實係散歌給奉獻了重奏的嘛，因為好多其實你彈你客家散歌，我們有聽過很多就是很多修辭它是很隱晦的，所以借喻啊，借喻啊，用這些大山大海啊自然的景物去講這個情慾的流動。所以差不多在去年的時間，我有看過美國的一家紀錄片，叫《講迷幻藥》的這個紀錄片。那因為他要去表現腦中那些很奇幻的事情，他用實景拍攝其實表現不出來，所以他就用了很多很跳的顏色。比方講1970年代的那種音樂，很迷幻的音樂，它其實在 MV 上用很多的色塊跳動，讓大家會有一種好像一種產生幻覺的感覺。所以Alice 用你要參考，其實普遍呢係一種，就是其實跟導演溝通，或是音樂人跟做影像的人溝通是很重要的。你必須跟他討論說，我的想象是什麼？你的想象是什麼？但不一定說我的想象是這樣，你就要照着我的想象拍。有時候它會是兩條故事線的設計，可能音樂的故事走向，可是影像它有另外一種敘事方法，讓這些講的故事變成另外一個事情。那我們常講1+1會大於2嘛，所以動畫的那時候我們在跟導演討論，我就說這首歌其實是一個很色的歌，因為它是有高山大海去描述這些情慾的部分，因為山歌是這樣。可是我不想要拍實際的高山大海，我不想要拍實際的河流，因為那都是存在一些很曖昧的影像的感覺，所以用畫的可能比較容易去可能比較容易去講你腦中的那種曖昧的感覺。該怎麼畫面？對，但是尷尬就是導演是女導演，在溝通前的時候，我都要先跟他講說，不好意思我沒有帶有什麼意思，但是我必須實際跟你講這裡面講的事情。你創作嘅理念，所以今日講到音樂嘅創作，然後人像嘅創作，你係兩種創作，佢加起來做得係加分嘅嗬。你天面嘅溝通當中有提供俾大家來參考嗬。點解道長來向我相信大家上係很多嘅了解有關嘅客家音樂 MV 嘅創作，有當多嘅空橋啲當中，技術道長喺節目當中，點解下來讓大家分享哦。相愛，終老，
I'm missing all my bro. B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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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 Find you, say bye. Day by day, I miss the feeling to share my story for my living. 忙一个改变手 I always dream about. 哇！歡迎所有朋友轉到歡喜來臨，係瑞塔牛天，今下用音樂同大家唱下去，環遊世界咧係王子獻嘅創作，再次都分享今半日嘅裏邊客串會嘅詩論詩經理，老創作歌手王子獻，歡迎兩位。大家好。哇！今下子獻用音樂同大家去旅行啊！嗬，所以我今下看咧 MV 嘅時節，對我來講，我心中意。香港呢，我雖然我做多年我讀書的新竹市，所以我高中嘅時節，大家安介是話去中景台，我家去為了真正係動色化嘅感覺，香港用 live 嘅咧表演嘅方式去呈現嗬，呢係一種新嘅思維。因為 live session 其實係唔單止係普遍啦，因為唱歌咪係現場嘅，所以我做安多兩片，其實對我來講有時節動動音講中正台，那再像 Rita 新竹人、新竹人，你就覺得哇，看到就很懷念，對不對？所以我覺得做人上嘅音，然後做音樂音其實係兩種唔共樣嘅想法。做音樂時間，我環遊世界 ，Holland、Italy、also Mexico， 我有文字了。可是，在影像上，其實中正台門口，你們剛剛看有一個。有看板，全世界的文字的那個在介紹中正台，有越南文、印尼文，或是泰文，所以我就在搶都讓 hip hop 那個畫面的時候，我說多好笑！你看我們講環遊世界，可是我們的世界就在我們自己的家鄉裡面。然後因為影像的關係，然後我們因為音樂讓影像又可以再讓大家看到我們熟悉的家鄉不為人知的一面，所以其實用辦公你走人上到音樂其實係加分的，因為它本來一個音樂你只是一種感覺，可是影像提供了你另外一種想象的方向。其實你剛才講到本來當感同嘅部分係講，你喺當中呢有情感嘅連結，因為剛才講可能你因為你係新中人，所以你去了一張你當熟嘅地方，佢新中人看到時候講你係愛去過嘅呢，愛細細不時接接去。香港有看到人家講，你看板啲都有當到種冇共樣嘅語言，對其他人嚟講，可能越南人、可能泰國人、也馬人啲可能是講哦，同你嘅家鄉有一個地方，可能老愛有關係。呢係一種互通，呢其實係一種對話嗬。係啊，所以從你下你禮拜比賽嘅方式，其實當到嘅後生可能佢都會參加呢隻比賽。不過其實當英雄嚟講，普遍呢動畫圈，不過其實主要係創意，創意才是最重要的這個關鍵。就是你今天只要一個鏡頭，只要是看起來特別的，比方講愛麗亞才、東門許聰，我進東門市場，我每次坐在那邊。吃個小吃，然後喝2杯，我看到一些角度，我就覺得哇，這邊拍起來就好有感覺。對，所以我覺得這些參加比賽的年輕人，他可能要去思考的是，在那個出拳的瞬間，說拍片那個你的前提是什麼，你的設計是什麼？你係纖乜嘅？到底你係穿台係乜嘅？大概比你用什麼好的機器都還要重要。哇，所以而家講到嗬。控制欲相當重要嗬，不過最重要係講，你到底係講乜嘅話，你係纖乜嘅，本看到嘅人用扮演嘅感同。好，本大家嚟思考，所以歡迎大家7月31號以前我哋參加比賽哈。稍後來呢，你節目設計咗快門快得，不過你根本你唔用廣播，用快，因為你一寫到畫面有關係哈，都要請徐經理。嗱，子獻，大家就要準備一下。咁你發乜計呢？我想，好 ，Rita 來手簽好咧。我前菜手，我本大家做得透過呢個音樂歌詞來發揮喲。呢係七集會嘅馬英，唔係馬英哦，係馬莎嘅馬英嚇，馬莎馬英。日頭哥哥，木竹冉冉，在順風風。牙齒拍拍，二歲二拖太太，
无咪毛起，特啥都想问你对哪位来开始吧。哇，你挺难你每次找该构思的意思是走在法一其实我很多每3年佢常冇強樣，我看到咧，我想咧首歌歌詞看咧係蠻具象的，不過表現方式又當中啊 ，Rita 未來法，甲定價下可愛你使用咧比賽 MV 評分嘅方式來讓大家公平未請大家來做評判，好冇？再個看一擺，我未去發呢，我未去挑戰，好，日頭個個，木柱冉冉，水順風風啊，起泡泡，泥頭太太，哇，很難哦！突然間想唔到，我想有個人實在去到講，做得快聲音下。韓國款的以後是又動又發面，構思是動又發。動又發面哦。係啊。係動又發面，不過相信咪少動難呢，因為你係傳達出你愛表現嘅東西，咁係真緊有故事，好有故事。哦，好。大家唔是咁，因為你係參加係 MV 比賽，有難法度比賽，你咪比法度比賽。其實每走的那種，你發動都會凸，然後用那種定格、逐格的方法變成一個。你咪係一種哦。每一種方式。你好咧，你哋好嗎？你好咧。好。好嘛，經理好嘛，經理好嘛。你老睇下講，是經理佢係一屆，當要採訪人，佢咪發圖，佢咪寫詩，佢咪寫文章，所以真緊動人進法。來，1、2、3，打開1、2、3。哇！來，搶嘅忍者龜先來講一下。個木柱太太嘛，啱起頭。我想到忍者龜當場摸泥柱，所以我就好像多畫了2個耳朵的忍者龜。你這樣子很像從忍者龜，沒有到從海盜呢。好像有點像是那個沒有額頭很高的漢堡神。有點像你耶。怎麼有點像我？沒有禮貌。哦，你想想咧馬英好，其實係講搭上名嘅馬英，你到底係馬英？個棟上嘅馬英啊，看起啊，棟鴨嚟看。很可愛耶！哦，你係一種嘅創作，好，撒下來幫你試見你，你係馬英係嘛個？因為佢嘅歌詞是有比如講佢是有老人嘅嘅心態，講出來。可是佢上嚟講係愛到底為對內為來嘅，愛到底係馬英。所以我就想講，好啊，嗰時我是發好冇強容嘅，嗰個引導嘅人，你來看嘅時間，你是會想，你對內為來嘅。比如講你係可能種下來嘅做鋼鐵人，你都會發嘅，你係韓國嘅，可能係做工誒，錯，啲工體，你係你知道紳士，誰biết咯？你好窮愛把什麼忍者龜搶啊？你自己發，所以嗰時冇早期嘅講嘅按去拍嘅是按用發出來，你用自己嘅想象，係，哦，咁可愛，我自己發係，我想想。佢家有人嘅心態嘛，不過對我來講，我不是那麼具象，我會想到 Picasso 他的比較抽象的概念。不過嗰時候叫當到心肝都會會上去講，無論係用唱嘅，也係講對話，所以我要也係表示欣賞咪係上音韓國音樂。咦？你使唔使都當好咧？我從最尾嗬，請試見你嗬，過落大家分享，呢一擺比賽要比賽幾隻？今日看你發嗬，大家係咪想講哇？任何嘅創作都冇簡單哦。係，我你了解是從之前講誒，你其實唔是發台前，你是做在鋪一張樣片，所以我你兩片啊，我你上嘅評分嘅方式是冇鼓勵大家發按到前來鋪樣片，所以我你後邊嘅重點係你嘅樣剪接，還有你嘅創意，還有你
劇本，腳本，韓國貴州灣劇。真緊。啊，好，你啊，其實吼，講來呢，到底困難嘅簡單，是靠大家參與咧，好好發揮咯。歡迎大家7月31號以前實時來報名參加。今日非常感謝史經理，希望感謝志賢，希望兩位，希望大家，希望大家今日呢個小談邀請大家共下來比賽哦。嘅大家下記得聽聽先生共下來做運動哦，上來了。喜歡福喜來嚟節目嘅朋友，記得來你傾站聽客家電視台嘅片頭，韓國愛分享出去哦，希望大家。